这时阵，咱同心来看上帝的话。今早起所要读圣经是伫旧约创世纪第37章，创世纪第37章第1节到第11节。现代中文译本第47面，台语汉语本第40面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创世纪第37章，雅各继续住伫伊老爸住过的迦南地区。以下的记载是雅各一家的事例。约瑟17岁时，时常甲众兄哥出去放羊。伊帮赞老爸的细姨皮拉甲西帕的正囝放羊。伊常常向老爸报告众兄哥的歹品行。雅各过头疼约瑟，做过其他的囝，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的时所生的。雅各做一领彩色的外衫予约瑟。约瑟的众兄哥看见老爸遮疼约瑟，就怨恨小弟。袂爱甲伊和睦相处。有一摆，约瑟做一个梦，伊将梦甲因讲，因就搁较怨恨伊。伊讲：“互我将我做的梦甲恁讲，咱拢伫田里下麦仔，我所下的麦捆采起来徛直直，恁的麦捆拢围绕我的麦捆伫拍摆。”众兄哥问伊：“你想要做王统治阮吗？”因为约瑟将家己的梦讲予众兄哥听，因就比进前搁较怨恨伊。第9节，后来约瑟搁做一个梦，伊甲众兄哥讲：“我搁做一个梦，我看见日、月甲11粒星往我拍摆。”约瑟也将即个梦甲老爸讲，老爸责备伊讲：“这算啥物梦呢？总无恁老母、恁兄弟甲我拢要拜你。”拢要向你拍摆吗？约瑟的兄哥拢非常怨妒伊，伊的老爸却一直伫想即件事。以上是上帝的话。现在起，咱所敬听的篇牧师，伊要带来信息是嫉妒的火，嫉妒的火，请咱同心来领受。弟兄妹，大家平安。虽然今仔天气真寒冷，但是咱的心是火热来敬拜上帝。毋知今日所读的经文，你有逐工读无？咱的教会进度中间，今仔日是读创世纪37章、38章。咱着照教会进度，逐工读圣经灵修。当咱读圣经灵修的时，相信透过上帝话，互咱有上帝来开导，互咱每一天生活，倚靠上帝话过每一天的日子。今日分享是嫉妒的火。毋知咱有即款的经验无？可能对细汉到大汉的时，一定有一个经验，就是这颁奖的典礼中间，伫颁奖的典礼中间，有真侪奖品放伫迄个所在，尤其是国校的时，咱都真欣赏去领奖品的人，就看到什么校长的奖，这院长的奖、家长会奖，这礼品放伫迄个所在，咱就真欣赏。但是伫颁奖的中间，摕到奖品的人是多还是少啊？少啊！毋知你无领到奖品的时，你的心内底所想的是啥物？有人真欣赏别人比伊较好，但是有人开始嫉妒。可能大家听过一个新闻消息，讲有一个查某囡仔。是斯坦福一个博士，这囡仔，这查某囡仔呢，伊下毒伫这同学所啉的水内面。当人查到的时伊讲，因为这原因真奇怪哦，你注意听哦。伊讲，因为嫉妒伊的同学有男朋友啊，当然伊有做真无毋对，但是有一项伊选择下毒，这同学中间就是。这女同学中间有男朋友的，有男朋友的哦，有交往，伊无交往这男朋友经验，伊是查某的，无交过男朋友，看到同学真侪男朋友时，伊下毒的时就放伫这有男朋友的同学中间，伊嫉妒别人有，伊安怎？伊无啊？什么是欣赏呢？什么是嫉妒？欣赏是正面的，有学路意思；
有一款好意思，要别人学习，但是这道往往是负面的，是人软者的本性。这道比别人看别人比你较强的时，你心内底无爽快；别人有的物件你无，你心内底无爽快。感受着讲一切都不如别人，埋怨上帝无公平，甚至这道别人比你较好。咱有当时嘛是安尼，伫咱生命的路程的中间，有人讲知影，奇怪，我心内底即摆所想的是这道，还是新鲜的？有当时有一寡代志发生的时，咱看着这个同学成绩比咱较好，我看到新闻报道中间，伊伫这学生就摕刀啊杀伊的同学，这道的火烧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拄开始敢若无安怎，但是愈烧这火愈旺，甚至想要同学杀互死，因为伊的成绩比伊较好尔，是这简单的原因啊。咱的生命中间，毋知你有即款的困难无？有人有即款困难，大家拢知影，伊毋知咧。伊伫生命中间，哪参受有这孤立的即款的态度？伫咱教会有一个装备信徒装备训练课程，规个课程的中间有中的一课，就是孤立的心态。这孤立的心态是怎样来发生的呢？孤立的心态是往往是看到父母生命中间有一个无好的所在。拄开始咱细汉时看咱的老爸敢是天咧。哇！咱的老爸是偌尼好，对我偌好，是无啥物缺点的。但是当你大年纪愈长的时，才发现讲哦，原来父母嘛有讲毋对话事，做代志嘛有做差错，做观念毋对的事。看到父母生命中间嘛有无好的所在，就开始论断，开始批评。看到父母生命中间有一寡缺点。也是讲所犯的错误，做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开始论断这父母受伤害，然后呢，开始背离父母，无顺服父母的权柄，就看将家己的感受，所以开始不断来无顺服，不断来照家己意思去行，过来咧，开始看轻这属灵的权柄。教会属灵权柄就是牧师，家庭的权柄就是老爸老母，公司这其他的所在，你好好读册，这权柄就是老师啊。你着看清这群人，伊生命中间就开始有一把火伫烧，一把火不断伫烧，伊就想讲，我的老爸老母，我的这属灵的长辈袂当帮助我。我必须要我靠我家己来做决定，因拢是无完全的。我要靠我家己来做决定，甚至对上帝的态度嘛有错误的观念。伊感觉上帝你无公平啦，咱互我生掉这个家庭，咱互我拄到这个代志。伊生命拄到困难时，尤其是对伊的父母，还是讲伊所真意爱做伙这亲情朋友，对伊的伤害，尤其是这家长。这长辈互伊伤害了后，伊自然产生一个孤立的心态。这款的孤立心态，不断伫生命中间，若像一把火共款，不断的烧，不断的烧。伊感觉是我哪参像孤立共款。这世间无人听我，这听拢是爱有条件的。我无考100分，我的老爸都无听我。听是有条件的。听是爱付出代价，甚至伊的思想中间，伫脑海中间出现句：我是孤单，无人听我，我是无安全的，我是互人拒绝的。这世间无真正的听，这世间无真正会当人来甲我斗相共。这种人真可怜，伊时常要甲人比较，直到别人比较优秀。甚至是信主久久的人，嘛是安尼。信主真久，但是伊生命中间有一个嫉妒，有一个孤立的心态。我无老爸，
我无属灵权柄会当帮助我，连天父上帝嘛无听我。伊当亲像一个无老爸老母的囝儿共款。有即种个人心态的人，真可怜。伊做代志时常用一个负面态度来对待别人，伊无法度甲人斗阵，但是人拢知影有问题。伊拄着问题时，就忽然间一把火出来，非常生气，是去挡袂牢，想要将别人杀互死。第一项就讲到嫉妒，有当时即种的问题，有当时比较。那亲像有一个孤立的心态，伫即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比较伊嫉妒别人。伫人类的历史中间，头一项害死人的事件，就是啥物人？该隐甲亚伯故事。伊该隐献这祭物，要讨上帝欢喜啊！上帝啊，我献这礼物，献这祭，你哪会无欢喜？你若要介意我的这阿伯，我的兄弟阿伯所献这，其实上帝是看重视你献这个献酒这物件，你的心态有正直无？献这中间，你的生命好的品格无？这是上帝上界注重的。但对该阮来讲，上帝啊，你无接受我所献的物件，我真生气。伫伊生命中间有一个嫉妒的火，伊生命中间有一个比较，伊有一个孤立的即款的心态。咱亲像我要讨老爸欢喜，天父上帝，你无干纳我所献的。圣经的中间，咱最近看创世纪，创世纪中间有济人有即款的生命的态度，孤立的即款的态度。圣经中间有讲到上生啊。以扫甲雅各伫巴肚的中间就开始伫遐相争。咱知影，老爸较疼以扫，妈妈较疼雅各。伫因的家族中间，因有一个比较，妈妈真疼伊即个细汉囝雅各，所以呢，有啥物代志拢先帮忙雅各，甚至帮忙伊做欺骗的代志。因家族内面有一个比较，对伊的生命来讲，偏心的代志，爸母看重这，无看重这，较疼大囝，无疼细汉的，还是疼细汉，无疼大囝，拢会造成这囝儿的伤害。这款的比较会造成一款的孤立的心态。这款孤立的心态呢，一直不断发生伫雅各伊的全家。雅各咱都知影，伊有两个太太，对无？大汉叫利亚，小叫拉结。拉结甲这利亚是同一个老爸、同老母，伤害是安怎？同一个先生啊。所以因伫厝内底有一个比较，比较啥？生囝比赛，你知影？这是一个生囝比赛。利亚无得到雅各的疼，对无？因为雅各较疼什么人？拉结，为着伊啊，做长工14年呢。伊较疼什么人？拉结，伊疼拉结，但是呢，伊无生囝。这大某利亚生囝，所以拉结就安那真紧张啊！以前的人若无生囝，是一个无好的代志，见笑的代志，对无？咱台湾社会文化嘛是安尼，早期的人拢是安尼。但是呢，因伫厝内底开始比较，我生几个，你生几个。利亚停止生囝了后，就安那叫伊的婢女嘛产女，互雅各做某，搁生。因为安那先生无疼伊啊，用伊的囝，连下这个囝，要来讨这个雅各的欢喜。但是拉结咧，无囝，伊甲雅各讲啥？你互我囝啦，无我就互死互你看，对无？圣经是安尼写哦。你啊，竟互我生啊！雅各讲，互你袂生是上帝啊，甲我无关系呢。伫咧大家族中间，
因开始有一个比较，嫉妒比较，来生囝比赛，愈生愈济一个比较。恁家庭中间有快乐无？无啊。拉个生了后，佫叫伊啥？比如嘛去生，家族咧生囝比赛，看啥物人较济。咱都知影，因头这囝的名拢有原因的。最近咱看到圣经，看到创世纪中间，雅各伊这每一个囝拢有一个名，甲伊的意义。啊，即种意义，就是迄当什物状况，就好一个名。比如讲，生一个囝叫联合，因为安怎爱甲丈夫联合，啊对抗什物拉个迄个，所以因就开始有讲到这个名，甚至伸冤哦，是一个蛋，蛋的意思就是伸冤哦。恁的囝敢会叫伸冤？恁伫厝内底食饭的时有一个困难，你知影？这边咧喊哦咯，来食饭哦。迄边讲安那，连下来食饭哦，连下做伙哦，来，咱连下做伙哦。啊，另外一边来讲伸冤哦，来呀。因咧厝内面有一个真紧张的关系，坐落来，敢会三斗阵好无做伙咧？无啊，有一个嫉妒的火，伫个厝内底不断的烧，厝内底真紧张，真受伤啊！这个大家庭就中间，约瑟是老爸上界意爱，但是你也知影，雅各有这个囝，约瑟是安怎？真年老才互有这个囝对无？所以真年非常疼这个囝以外，你看这族谱中间。约瑟是什么人所生的？拉结所生，雅各上疼什么人？拉结啦。所以安那，伊上意爱这囝，不只是年老得到的啊，这是我上爱的迄个某所生的囝。你看，你若是雅各的兄哥，你安那想？咱甚至伊的兄哥有一个孤立的即款的心态，我老爸拢无听阮这群。即群人，阮实是雅各的后生，但是伊拢无听阮。伊上爱就是约瑟，因有一个比较，因有一个痛苦。你知影上界害就是约瑟真白吧？你知影？伊大概伊去讲样的时，约瑟袂得，有嘛是缀只哥哥做伙去啊。啊，哥哥要上班做只饲只羊仔，真无用对无？就要顾这细汉的，这小弟。约瑟是上甲因都做伙啊，人讲这拖油瓶真麻烦，但是呢，因做所有只歹代志，真白吧？约瑟转去安那报备啊，哇，真麻烦嘞！转去厝内底，这约瑟就甲伊老爸讲啊，我爸爸你毋知吼，我这大囝第二定下做啥物歹代志，拢在甲讲。即摆这大兄二兄看到约瑟行过来，就安那？穿水衫，真正真水的彩色的衫，穿伫身躯的，真赤呀！你知影？安尼行过来，啊，这做面盲的过来啊，这面盲的过来啊！你知影？对雅各伊的其他的囝来讲，因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孤立的心态。我是无老爸的囝，我是一个无老爸的囝。因为爸爸较疼约瑟，拢无敢参，无参阮在做啥物代志。阮每一工真辛苦做代志，做到要死要活。搁这个上细汉的，毋是上细汉，伊是对约瑟，就是兄哥中间这上细汉的，大概拢来报备啊。阮真辛苦拍拼，但是无得到老爸的疼甲呵咯。对约瑟兄哥来讲，伊一生命中间有一个痛苦，伊敢若是无一个老爸的囝。虽然伊老爸有关心这个其他的囝有无？有啊！你看圣经安怎写？因去告样的时，老爸烦恼其他的这个哥哥安全的问题，讲约瑟啊，你来，我派你去看这个兄哥伫遐告样的时有平安无？但是兄哥敢知影？毋知影，
伊就看一个人穿水衫，走远远就看伊来，就将要杀死，计划要将伊甲杀死。约瑟穿这个水衫，你知影？有兄弟真，约瑟有几个10兄弟呢？咱古早人，我拢像阮兜3兄弟啊，我拢穿啥物人的衫？你知影？哥哥的衫，你哪有可能有新衫通好穿？对无？啊，这兄哥气甲要死，我的衫伊拢无爱穿，爸爸特别买一领水，好，这是足水的衫，互伊穿咧，新的衫呢。阮遮拢穿旧衫，你拢穿新的衫，大概拢报买啊。你想讲伊会生气袂？这道火不断地烧啊！你生命中间有一个这道火不断地烧，因是咧孤立的即款的态度不断地烧，这道火不断地烧，有咧比较，有咧比较。为什么伊是安尼？为什么我是安尼？我毋知咱过去日子，咱的大家族中间有即款的困难无？亲家杂七真多啊，大某细姨一堆啊，会乱袂？咱遮长辈迄个年代，我相信咱有即款痛苦。咱才是孤立共款，对细汉着好者送互别人饲，有无？有啊。你想讲，你会欢喜快乐吗？有当时哪亲像你有这个孤立的心态，所以对细汉开始，你要咒抓，我袂互人看袂起，对无？我一定爱出头天。因为受害地教受伤害了后，这孤立的这款的态度心态，不断藏伫你生命中间上界内面的所在。伊个哥哥，每一个哥哥真嫉妒伊，甚至看到伊老爸这么疼这个约瑟，甚至约瑟讲伊所迷茫的物件呢，伊讲伊迷茫的物件。是大家拢用伊拍败呢，伊真白吧对无？看到老爸嘛是安尼讲，有一个画娘青啊，啊知影青拢用我跪拜啊，这是啥意思？伊老爸气甲要死，阮全家我甲你的老爸我老爸我老母拢用你来拍败吗？伊的兄哥大概看到伊行过来。看伊嘴所讲的迷茫的内容，非常的生气啊！即款的生气，煞尾挡袂牢啊，想要将伊杀互死啊！大家族有大困难，过去咱的日子中间，也是你的生命中间，你捌有即款的困难吗？咱在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孤立即款的心态，藏伫咱的心内。所以有当时你待人处事的时，拄到一寡状况，拄到一寡情景的时，你就非常生气。你是看起我吗？你是对我有倒一方面无爽快吗？其实别人无这意思诶。但是伫单位中间、开会中间、做代志中间，就是有冲突，就是你生命中间迄孤立的心态，互你抵教你所讲的话，互你甲别人斗阵的时有即款的困难。但是你家己毋知，所以第二项要得到医治，你有想要得到医治透房吗？咱要得到医治、得到透房，毋是将过去拢放下拢袂记，乃是按照着真理来写的。第一项讲到真侪代志发生，其实无法度改变，毋通超过伊袂去过去。人的头脑袂当欺骗家己，约瑟兄哥会当讲无这代志啦，无要紧啦。我的老爸就是听啊，就是因为苦衷嘛吼。无这代志，无这代志。咱时常甲人口劝讲，过去拢放袂记对无？咱只讲辅导的时，甲人安慰别人时，探讨的时，毋是拢讲即句。过去的代志安那袂记啊，互伊袂记啊，敢有法度？愈讲愈啦，愈记条条，哪有可能袂记？暂时袂记，放伫你生命中间上界亲的所在。
所以你要得到医治，你得头棒，毋是将这一切拢袂记。头脑无得欺骗家己，拄着代志时，共款就转来头脑这个所在，想起过去的一切，开始反映你所做的代志。所以有当时你甲人冲突，是你过去的伤害一直无处理。所以人甲你讲啥时，你将过去款的无好的经验、伤害，搁摕出来，照原底剧本去行。别人伤害你，你就伤害别人。有些哥哥。因仔亲像这孤立即款的态度，袂直到因大汉时就改变。伊对细汉就开始影响因的生命。即种人大汉的时有真大困难。阮在座人若有即种困难的时，你有发现讲，奇怪，有兄弟姊妹中间有啥物有即款的问题？教会信主的人，甲信主偌久无关系。你若无处理即个伤害、困难，一直你的心内。有人讲有这样孤立的心态的人，有当时安尼想，你看无书拢无听我，拢搁趁好拢去趁好去做的，无书吼都较疼查某的，查某去做拢时常去，你无统计数字呢，就黑白讲啊，因为有这个孤立的心态，那暂时是我是无人听的，无人甲我照顾的，安尼好，我要家己来，家己处理，所以你知影，约瑟兄哥就是讲。我无老爸，我家己处理。你疼这个囝，我就将你的囝杀互死。第二项，对着过去伤害，毋通合理化，要真正去面对过去的伤害，毋通合理化。你袂当雅各的兄哥，毋是讲爸爸就真正疼这个囝嘛，这大汉老的时才生这个囝嘛，所以咱爱谅解。谅解合理化是你家己想的，这伤害已经造成你的痛苦。你袂当否认，只要拄到什么困难就合理化。别人甲你欺负，甲你欺骗，我家己去软者嘛，所以别人会甲我欺负，这对无？因为我真软者，所以别人甲我欺负，这是你自我合理化，袂当处理伤害的问题。对着即款的伤害，你爱面对即款的伤害。袂当合理化，爱面对你的困难。所以第三项，爱顺服上帝话，无条件来赦免。伊的哥哥本来是受害者，是家庭中间的受害者，煞要成做害别人的人。即道的火，迄把火无停止，比较的火，即道的火不断，即款孤立的心态不断伫咧厝内底，所以。伊将这想要杀死约瑟，后来将伊约瑟卖去煞要卖去埃及的所在。但是你看约瑟，伊拄开始看到伊的兄哥因为饥荒到伫埃及买这牛食的时，伊看到伊大兄、二兄拢伫遐，伊真生气啊！伊该气人诶，互因恐这款的着惊。互因真着惊你不是讲你有一个小弟吗？好，即摆你带因搁转来，因搁想着过去对无？过去放杀要杀死这约瑟，这情景搁开始发生，搁来一遍，答应要做一个决定。约瑟用即款的情景来提醒因。感气人，其实约瑟无完全赦免啊，但是伊煞尾时又真正赦免，伊选择真理赦免伊兄哥所做的歹。当约瑟伊老爸雅各要死之前，这兄哥拢真惊，老爸死啊！即摆上大的是约瑟，伊是宰相啊。人讲生杀大权都在什么人的手啊？约瑟的手啊！伊走去甲约瑟讲，求你赦免。我老爸要过身啊，老爸死啊，过去代志，恳求你赦免啊！约瑟完全的赦免，伊无计较，伊选择真理来赦免伊的兄哥。但是你知影真可惜有一项代志，雅各这个囝，约瑟这个兄哥
伊无选择赦免伊的老爸。你这孤儿的灵要得到医治吗？得到透放吗？有一项真重要代志要做，照着上帝真理，赦免迄伤害你的老爸甲老母、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，尤其是迄个老爸老母。伊的兄哥毋知影应该赦免伊的老爸老母，所以伊这孤儿的心态，一直到伊的老爸过身了，佫犹原伫伊的生命中间。可能过去咱的日子，你真痛苦、真困难，你互你上介疼你的老爸老母伤害，互你这兄弟亲情朋友伤害，大概过年的时就开始比，啊无恁囝是考几分啊？倒一个大学？啊，阮囝180公分，恁囝165，就是我165，会伤害袂？会啊。但是爱选择赦免别人，赦免伤害你的人。以弗所书第4章32节，着亲切邻居三款待，互相赦免，拄甲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同款，赦免恁同款。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完全赦免咱的罪。咱有犯罪无？世间人拢犯了罪，得罪上帝啊！无一个义人，连一个拢无。咱拢犯了罪，但是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完全的赦免。咱认罪悔改，相信主耶稣就好啊。咱得到拯救。咱做一切歹，因为主耶稣的逼迫，洗清咱一切的罪；因为主耶稣定死价，洗清咱一切的罪。上帝无条件赦免咱。咱就要彼此互伊款待，彼此赦免，互上帝听伫咱的教会，咱的兄弟姊妹，互咱的大家族中间，得到上帝来医治。无要紧，这是正常的代志。倒一个囡仔袂哭，你莫甲骂哦，无搁我医治透放一遍，真麻烦。第3项。为着你所有的物件来感谢，无搁计较，领受上帝提拔来的这款的恩典，甲上帝来听。人讲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其实这句话有问题呢。咱是人啊，拢有问题啊，拢有犯罪啊。咱有罪，父母毋是完全的，咱的兄弟姊妹嘛毋是完全的。咱若像孤儿的心态同款，甲这约瑟哥哥同款，咱需要是领受上帝来医治，领受上帝来完全的听。伫路加福音15章的中间有就讲到一个老爸有2个囝，这细汉囝出去车花宴乐，伊老爸将这财产拢分互伊的时，这细囝转来中间，大囝看到这细囝，讲老爸啊，这囝车花宴乐开了所有的财产。打转来厝，你互伊穿衫，你互伊穿鞋仔，你互伊戴这个手环，你啥物拢互伊？伊讲我甲我的朋友拢无庆祝，我逐工为你做牛做马，哪亲像一个奴隶同款，则一个奴才同款，为着你来做，但是你却啥物拢无互我。你知影这是一个孤儿的心态。伊老爸有听这大囝有无？你注意看路加福音15章的所在，拄仔开始就讲老爸将这财产拢分互因，有互伊无？有啊，有啊。这大囝啥物拢有，但是毋敢开啦。伫个生命中间有一个什么孤儿的心态，老爸已经互你，你毋敢用的，因为安那孤儿的心态。袂当家己做主，会惊这惊迄。伊讲我若亲像一个奴才在服侍，你怎样在服侍上帝？咱兄弟姊妹，你怎样在服侍上帝？你亲像一个奴才在服侍上帝吗？这经文嘛是提醒我做一个牧者，我是做有做买在服侍教会吗？服侍人吗？是欢喜快乐吗？也是亲像一个奴才
要讨上帝欢喜，奴才都是讨主人的欢喜，对无？咱服侍是讨上帝欢喜吗？毋是呢，毋是呢。你服侍是照着上帝旨意去行就好。你服侍人做着姊妹时，会兄弟姊妹生命中间，就是做着主耶稣基督生命中间。你服侍毋通埋怨，因为你是后生，毋是奴才。伊老爸甲伊讲：我所有的物件拢是你的，对无？圣经来写，你所有物件，咱来想看觅，你生命中间有啥物？上帝有祝福你啥物？你毋通时常咧看你所无的物件，甚至你有的物件，你嘛无感谢。这大囝啥物拢有，但是有感谢无？无啊，真可惜。你啥物拢有，但是无感谢。你有真侪温顺，你有好的工课，你有好的家庭，但是你所看的就是你无的。哦，我无1000万，我无2亿，你看你所无的。你看约瑟生命。有伫遐埋怨上帝无？上帝啊，你真正是痴迷！我照你的话去行哦。一个普提法，伊太太甲引诱的事，我无犯罪，我无得罪你。收掠家内底，互人关的事，伊到埋怨上帝。你想看觅，约瑟迄人啥物拢无对无？有埋怨上帝无？但是我跟你讲。伊有真济啊！伊有的是上帝来品格，伊有来是上帝来信心，阁有上帝予伊一个梦，这个梦完成啊未？啊未呢？话煞尾有完成无？伊诚做一个宰相，这是上帝予伊的应允。我相信伫伊的生命中间，伊为着未来来感谢上帝。你捌为着你未来所有的物件来感谢上帝无？还是讲你大概看目前的状况、目前的困难、目前的困境来怨叹上帝？但是上帝埋怨即摆状况，却是无看到上帝未来就好。有时伫遐甲上帝，我相信伊甲上帝有真亲密的关系。伫咧迷茫的中间，伊知影这是上帝予伊应允，伊为着还未得到物件来感谢上帝，咱就为着即马有的物件，甲未来上帝要赏赐咱好的物件来感谢上帝。你就袂比较，你就袂有1%会。每一项状况无共款，有人上帝呼召伊诚做无者，有人上帝呼召伊诚做忠直，有人呼召你诚做一个带敬拜的人，有人呼召你诚做一个会当弹琴的人，每一项无共款。但是，咱每一个拢是上帝囝儿。若是你有即款孤立的心态，你就来到上帝面前。伫上帝听内面无计较，你不会自怜自爱。你需要是上帝完全的听。虽然老爸老母的听是有限，但是全能的爸阿爸爸上帝听是无限的。全能的上帝是无缺点的，你只要拍开心门，拍开心门，互信心的大灵开来帮助你，互天父的听充满伫你生命中间来照管你，互咱去杀这款孤立的心态，得到医治，知影咱是上帝囝儿啊！你是有权柄的。你是有上帝祝福的，为着你一定得到的祝福来感谢上帝。小等在祈祷的中间，你来问耶稣：耶稣啊，伫我生命中间有什么困难？可能你有嫉妒别人的火，可能你生命中有亲像那亲像孤儿同款，敢若是无老爸无老母的孤儿同款。你求上帝听，搁一摆充满你。你若受到你兄弟姊妹得罪你的其他人，你回想你过去有得罪别人的，别人得罪你的，来到上帝施恩宝座面前，求上帝完全赦免，完全的听。你听内面就无条件，你听内面就无陪伴，你听内面
着完全的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主啊，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将咱一切重担放伫主耶稣的手。亲爱兄弟姊妹中间，有人你的过去有真侪痛苦，主耶稣知影你的痛苦，你也打开心门，将你的苦毒怨恨交伫主耶稣的手。选择真理，无条件赦免别人，亲像天父赦免咱每一人同款。有人是上埋怨你人生是惊吓、痛苦、孤单，但是主时常甲你伫地。那像有约瑟同款，行人生的路途中间，上帝时常甲伊同在。有当时你埋怨你的人生是一个无听的人生，无人要甲伊做伙斗阵，但是主耶稣甲你同在。你也献上感恩伫上帝面前，将这一切的歹，将这一切无好交伫主耶稣的手，将你的痛苦交予听你的天父上帝。伫咱兄弟姊妹中间，可能你细汉日子无得到老爸的疼，你伫遐怨恨，你家己毋知，甚至有当时父母就早就过身，离开这个世间，你当知就真正是无老爸同款。但是阿爸父上帝就是你完全的爸，阿爸父上帝疼你到牺牲伊家己独生圣囝主耶稣，为着你来定死。主啊，我就信靠你就靠呀，将这一切怨恨交伫主耶稣的手，全部交予主耶稣。求你信心的开力，浇灌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，让咱得到透棒，得到医治。阮遮做有疼惜、有怜悯别人的人，阿爸父上帝，这是阮拍开阮的心门，求你完全的疼，充满浇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生命中间。互阮得到医治，拄着来上帝，你欢喜快乐充满伫阮的心内。你的欢喜快乐是人袂当满足，毋是用金钱会当满足，毋是买一台厝、买一栋厝、买一台车，还是讲这社会名声地位会当满足。就是阿爸父上帝，你的疼会当互阮完全的满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互你无煞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